七甲女以所生子女嘅戶口仍留喺本村嘅，可否享受村民嘅福利待遇呢？喺農村地區，因為婚姻關係導致嘅戶籍問題等，常常引發一系列嘅權益糾紛。其中，七甲女以所生子女戶口仍留喺本村，能否享受村民集體福利嘅問題尤為突出。我哋將結合相關嘅案例以及2025年生效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進行分析，探討呢個問題嘅法律依據同埋實踐處理。首先睇一個案例，韶關市法院發布咗一個典型嘅案例，係咁樣嘅：陳某豪於1999年與外地嘅男子黃某結婚，結婚之後生咗2個仔。都係隨女方陳某雄嘅戶籍落戶喺原來嘅村民小組。2023年12月，呢個村民小組再訂咗徵地分紅方案，將所得嘅徵地補償款進行分紅。但係咧，外嫁女同埋佢所生嘅仔女咧係唔可以分紅㗎。陳某雄就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就最終判決村民小組向陳某雄以及佢2個仔分配徵地補償款共計3萬幾萬。睇咗呢個案例，大家唔好以為七甲女以所生子女戶口仍留喺本村嘅，就一定可以享受村民集體福利。其實係不一定嘅。喺東莞就有一個案件，七甲女未村戶口所生嘅子女不可以享受村民集體福利。點解呢？因為2004年東莞就撤退咗一個規定，係咁樣嘅。結婚後戶口同埋居住地仍喺原村嘅農村婦女及其符合計劃生育政策所生嘅農村子女，先至享有股份同埋分紅權。東莞嘅呢個案件係咁樣嘅：結婚之後咧，母親以子女嘅戶口係喺原村，但係咧居住地咧唔係喺原村，係喺城寨外面，所以法院就認定母親以子女不具有村民資格同埋分紅權。呢個判決引發咗好大嘅爭議。2004年東莞撤退嘅呢個規定是否有法律依據呢？當時係冇嘅，但係而家係有啦。2025年嘅5月1號施行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11條規定，戶籍喺或者曾經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並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嘅權利義務關係，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嘅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嘅居民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根據呢個條款，子女跟隨母親落戶喺呢條村，點樣先至能夠取得呢個經濟組織嘅成員資格同埋享受分紅權呢？第一，子女嘅戶口係跟隨母親落戶喺呢條村；第二，子女係跟隨母親喺呢條村生活，以呢條村形成咗穩定嘅權利義務關係。第三，依賴呢條村嘅集體土地等財產作為基本生活保障。第四，母親或者子女未喺其他集體經濟組織享受成員嘅權益，唔存在重複享受福利嘅情況。據此提醒各位七甲女及子女，如果想取得原來村民嘅資格以及分紅嘅資格，請遵照以上嘅規定執行，起碼做到：第一，戶口留喺本村；第二，喺本村有房產；第三，參與本村嘅活動，譬如開會、選舉等。你有咩睇法？歡迎評論及關注。